嗱，由於日本如果真係有各種咧嘅抗軍或者係修憲，咁恐怕咧其實對中國大陸係最不利噶啦。因為會喺亞太地區或者印太地區係發動戰爭嘅國家。而家咧你能夠數得出嘅，其實就只有咧中國大陸一個。好啦，而中國大陸咧最擔心嘅就係如果進擊咧係台灣，會有其他國家咧介入㗎。而佢最害怕嘅當然係日本啦，因為日本嘅海軍相當之咧先進。好啦，所以啦，中國大陸咧所用嘅策略其實就係猛烈進擊呢一個咧日本㗎，希望日本嘅所謂自民黨仲有高市早苗唔能夠執政。咁結果係呈現咗相反狀態㗎，即係話自民黨仲有高市早苗喺中共嘅猛烈加持之下，加持用括弧括住啦，就係俾佢猛烈批評，反而成為咗人氣咧最高嘅政黨，仲有政治人物㗎。好啦，即係話中國大陸咧其實係完全做緊相反嘅事情。好啦，恐怕咧其實習近平咧相當之咧心急㗎，因為而家日本咧將會成為咗喺亞太地區可能動武嘅最大障礙。